按懂某科跟反瓜，真给有很多都没有看过。是不是蛮多没有看过？大哥，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好像那个风声呢，因为旭日东升的东升，东升在即啊。哦，是因为说像太阳啊，对，神一轮。哦，从那种呢，你华联的吉安的吉安，它的名称很多吉安，人家都不应该那种树立看摩安安排哈，切就切不开呀。哦，那个皮很厚啦，对，就不好切啊，不好切。那个要不要按多会反瓜？我认为偷这种优太的反瓜。pick the big and sweet ones。呀，目前从那种呢，一种呢，就还莽熟哦，莽熟嘞。哦，还没有成熟的。哦，还不成熟哦。从要就是已经成熟。哦，颜色就不一样啊，所以这个就已经可以吃了。可以吃的。那这要怎么采啊？因为这个很粗嘞。哦，还尖尖的。还要炸开它。哦，有工具哦。哇，看起来好硬啊！哇，然后一下吹就一下就剪。那还有另外一种大哥可以采的，跟我们比较看看。哦，然后炸东升。东升黑嘛，我们采的东升，像这颗就已经成熟了，也可以采呀。哦，看起来三妞 and sweet，OK 了。三妞，你要挑战是吗？试试看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啊？你看这个，跟这个有点落差。小心！啊，谢谢。要怎么剪啊，大哥？这个你用45度角，然后不要把蔓藤给剪了。好。因为后边还有小瓜仔。三牛做 demo 啊，可不可以啊？哎呦，这个好像很轻松哎。哇，对 ，Looks good 啊。哇，真的就谢谢你啦。现在口味就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耶。对。太哥，要不要按到反瓜口味都懂讲啊？运用会通咯，咱都偷这种优太的反瓜。呀，那个目前那的反瓜全部会成熟，就拍出来时间。哦。那个 NUG 都在吃反瓜做个料理吗？可以啊。哦，可以啊，真的好。哦，后天今年有调加天数哦，教我们用来偷优太的反瓜。对呀 ，Pick the big and sweet ones， 做出来的南瓜饭团一定很好吃。我买这料理可挺好嘞，不过你会做菜吗？糟糕了，我不是很会做菜啊。